13节到21节。出埃及記16章13節到21節。到下午有鹌鹑飛來，遮看營盤。天光早，佇營盤四圍的地面有一定的露水。露水倒的時，看曠野的地面有細細圓圓的面，細到親像霜。以色列人看見，毋知是甚物，大家三甲講：這是甚物啊？摩西甲因講：這就是耶和華予恁食的餅。耶和華所吩咐的是安尼，恁着照逐人所會食的量來抾，逐人為伊步邊內的人，照伊的人業來抾，一人一5枚耳。以色列人照安尼行，有的抾多，有的抾少，到用5枚耳量伊，抾多的無剩，抾少的也無欠，逐人照因會食的量來抾伊。摩西甲因講：人毋通將所剩的留到較早起。總是因無聽摩西的話，有人留到較早起，就生蟲臭味。摩西生氣因逐早起，照逐人會食的量抾伊，一頭一個拍就揚去。以上，請陳樹林長老來講道，題目是教會復興7件事。茶與米油鹽醬醋茶。哈利路亞。12。哈利路亞。各位兄姐平安。真歡喜，甲咱大家做伙敬拜上帝，因為這是耶和華所定定的日，佇即日恁要歡喜快樂。請咱舉起咱的祝福的手來，予別人一杯，會祝福咱家己得到3杯哦，吼。所以，他都我所講的，這是耶和華所定定的日，佇即日你要歡喜快樂。咱甲他講，你要歡喜快樂。你要歡喜快樂，你一生要快樂，你一生要快樂，阿們。我伫北部看捌甲周新做牧師做伙，去到高雄吼，逐年都甲伊做伙足濟擺哦，吼，伊是一個真趣味的人。伊加我6歲啊，今年75歲，伊吼甲阮做伙時，伊就講。較早，伊個教會還未起新的時陣，佇迄個舊堂吼，林良堂舊堂迄個厝是較低啦吼，禮拜堂較低，有一邊風台經過吼，過了無偌久，愛去到教會咧等會友禮拜日佇遐咧等會友吼，感覺有一件代志足奇怪，就是經過因教會人吼，頭攏安甲看一下吼，你講奇怪，是咧看啥物會吼？伊就安尼對迄內面行出個外口甲看就講哇嗨啊！林良堂的梁吼，去互風太甲吹掉去，所以變做啥貨？所以以後吼，甲咧起林良堂的即個牧師講，特別迄個梁吼，甲頂好較調了吼。真像咩？伊講一個教會若無有上帝話。也親像死的同款啦。基督徒心內若無上帝的話吼，嘛是親像死的同款。這是真正，所以咱的心內，咱的教會一定愛有上帝的話。舉起祝福手，甲前後邊仔的兄弟姊妹講：你的心內就愛囥上帝的話，你的心內就愛囥上帝的話。教會復興7件事：茶米油鹽醬醋茶。頂回我有講過茶，咱會記茶是咧講啥？茶就是咧獻祭要用的，對毋對？茶就是咧叫咱講，逐日都愛佇咱的厝內建立祭壇，甲上帝有溝通吼。所以茶就是咧甲咱講愛建立祭壇啦。迄個祭壇頂的火袂使火去，這是上帝所命令的呢。甲亞倫的話講，祭壇頂的火袂使火去，哦，尤其。做傳教者吼，
逐工拢爱定心家己献伫祭坛顶，诚做活祭，是献给的是上帝所欢喜的。这是阮定定在激励家己。所以茶的意思是建立祭坛，米是啥物意思？哦，茶米油盐酱醋茶，我用咱俗语在讲的开门七件事：茶米油盐酱醋茶。米就是米娘啦。因为圣经在写的时阵吼，伫写圣经所在拢是种麦啊，所以耶稣的譬如内面拢无讲到稻啊园啊，拢讲麦园，也是讲麦啊吼。其实这是同款的，因为伫西方是讲因食麦啊，咱东方是食米，所以圣经翻译伫咱东方的时阵，拢翻做米较济吼。耶稣讲我是活命的饼，中文是讲啥？讲我是生命的粮。台语翻得较对、较正确，因为圣经的原文就是讲我是活命的饼，所以耶稣是活命的饼，咱都爱就近伊，咱就袂枵，永远袂喙焦。今日这个主题就是米，米咱会通对这个来看，就是牛食啦，就是饼啦，吼，就是圣经的话，这就是灵粮。目前有一寡信徒吼，足爱得到丰盛的灵粮，所以因会安尼去追求足侪特会，哦，特别的即个聚会，伫网络嘛会去找，吼，有啥物写了较好的无吼，所以我甲咱大家吼劝勉吼，咱毋免去网络找啦，哦，因为网络有足侪拢写毋对去吼，安尼掀起来看，哇，写甲足侪拢毋对去吼，所以咱毋免去追求网络所写的，咱一定爱逐日读圣经，因为宴会甲粮食甲四修啊，吼，宴会甲四修啊，对身躯拢无利益。最好的方法就是找一个会通满足你的灵命需求的教会。这个 PPT 请甲放一下吼，积极来参与。再下一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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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伫韩国的教会，因有一个标语吼，我感觉非常好。韩国长老教会这个洪牧师伊讲，因教会标语是安尼哦：信靠耶稣就会终止人生的崩荒，找到好教会就会终止信仰的崩荒。咱做伙来读一摆好，来，信靠耶稣就会终止人生的崩荒，找到好教会就会终止信仰的崩荒。即摆，你若还未信耶稣，我真正爱苦劝你来信耶稣，因为信耶稣会互你人生的崩荒拢终止。信仰有崩荒无有啦？有的人伫教会内面吼未满足，伫教会内面有跋倒。总是，迄个教会到底有上帝的灵粮啊无？若无，真正会互人跋倒啦吼。所以你一定要找到好教会。咱嘉南教会是毋是好教会？是。有个人无啥自信呢。较大声，咱嘉南教会是毋是好教会？是。阿免，咱嘉南教会要成做好教会，咱家己来勉励来。咱嘉南教会要成做好教会，因为好教会会互信徒入来，所有信仰的崩荒拢终止，这是介重要的代志。所以当咱的教会若成做一个真好的教会时阵，入来咱教会人，伊的信仰一定会开始来成长。有一个上介好的方法，就是咱逐工拢爱去读圣经，就是食灵粮。因为咱咧食米吼，会互咱的肉体伊大汉，伊伫成长，对毋对吼？当然到即马像阮这已经年纪较大吼，就开始咧老啊啦吼。但是安怎
但是这个年纪的老吼，内面的活命并无老了。为什么无老？因为有上帝的话啦，这是无同款的哦。所以我明年70岁，精神还无老这精神还未老。我想这你兄弟拢嘛是同款啊，精神还未老啦还阁是咧活，为着上帝咧活，哇！这款的精神非常水非常水。所以现在即摆咱若要互咱的性命继续成长、继续更新，咱一定要常常食灵粮，因为主要所甲咱讲啥？讲人的活，毋是活靠饼，就是活靠上帝嘴内说出一切话。人的活毋是干那活靠饼啦，有当时咧禁食规工拢无食饭，嘛咧活因为有上帝的话，所以会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因为这是咱上界需要的。人的活毋拿活靠饼，是活靠上帝嘴内说出一切话。上帝的话就是咱的灵粮，咱的粮食。耶稣甲咱讲，肉体活大概大多数拢是活靠食物，总是灵魂的活，必须爱活靠上帝的话。食物会互人产生生存的动力，总是灵魂若无苏醒，若无常常有上帝的话，人就会无开力，会失去开力，会累积，会亚sen会感觉没有冲劲没有冲劲。所以咱教会今年咧庆祝50周年，咱每一个人拢爱有冲劲，有冲劲是对来，就是对上帝的话来。所以上帝的话就是教会复兴甲成长的要素。上帝的话圣经是基督徒的灵粮，是教会复兴甲成长的要素。基督徒必须爱相信上帝的话，传扬上帝的话，甲活出上帝的话。相信上帝的话是地基啦。咱有相信，咱才会去宣扬，咱才会去活出来。所以咱做伙来讲，来基督徒必须来相信上帝的话，传扬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第一个相信上帝的话，就是咱今日所读到的圣经。逐日以色列人伫旷野，拢无啥物的时阵，因去扣吗啦？上帝话逐日对天顶落来，所以因逐日去扣吗啦？扣吗啦安怎扣？逐早起就爱去扣因看到白白物件，就讲玛拉就讲这是甚物啦玛拉就是变做玛拉玛拉这是甚物上帝赐予恁的食物。所以咱逐早起来都爱去读圣经。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内。一日圣经有讲咱都要照咱家己的份。阮做传教者，一日爱读圣经8章啦新旧约读起8章，我一年爱读2摆全本圣经读2摆。信徒毋免照恁的量，恁有的人读1章，有的人读2章，真好。无时间袂要紧读一段。嘛是真好这段都会通做你真大的帮助。总是上界重要是逐日拢爱读，这是上界重要的。所以甲咱前后兄边仔兄弟讲，逐日来读圣经来逐日爱读圣经阿们。复兴的基础就是逐日读上帝话，读圣经。早起时都爱读，都要开始来扣妈啦你一日的力量就是对这个来，你做事的原则就是对这个来，你的智慧就是对这个来。逐日读，你就会得到智慧，互你事事行通。有当时拄到难题的时阵毋知要怎解决，总是安怎？可能你刚所读到的圣经会互你启示呢，讲你照安尼来甲解决，安就 OK 啦所以读圣经嘛是要记好条你迄工读圣经就要随读随记的，第一点袂要紧读几节嘛袂要紧总是会成做你的帮助。甲咱教会伫
民国60年代有一个苦田炖长乐，我相信啊，这老长乐拢要清楚哦。苦田炖长乐，苦田炖长乐，阮的前辈啦。伊有一遍伊做见证，伊讲伊是做这个纺织的，拢在织这个牛仔布，牛仔裤的牛仔布，朋友甲借300万，就甲倒去啊。伊讲知影我这朋友他会倒遐有钱，他会倒，这假倒啦较早60年代足侪人拢假倒，宣布破产，就欠人的钱拢无要还。伊安尼足优秀的啦，因为伊的伫迄个时阵，伊的纺织厂嘛无真好过啦。300万是足大钱哦，300万足大钱的钱，着祈祷上帝。迄天读圣经，读到箴言第6章第3节第4节，伊讲我的囝，你若落伫朋友的手，就爱安尼行来救家己。你都爱谦卑去恳求你的朋友，毋通用阮你的目睭困去，毋通用阮你的目睭皮拄面。伊读了随爬起来就去到伊的朋友迄好野人的厝，伫遐徛。迄朋友安尼到10点外，要出门的时候，我看到苦田论你咧徛伫头前徛伫门前门就随关起来，佮揪入去呢。规工就问伊的迄个内面的迄个女婢就讲，迄个苦党的有走啊未？伊的女婢去门看着，还袂走啦。佮徛规工。拢免出门啊，对毋对？毋通目睭拄面一工、2工、3工，到尾迄个朋友无法度咧，请这个苦长就入去。伊讲我借你300万的钱，我知影你毋是无钱啦，是毋是会通照原数还我就好啦？迄个朋友真正马上开一张支票，300万。来行苦田论长乐，苦田论长伫迄个时阵甲大家讲伊伫拜三祈祷会甲大家讲伫做事业的基督徒逐日一定爱读箴言啦。初一读第1章啦，初二读第2章啦。若到30日你就读30到31章。若31日咧你就照时间来读就好啊。伊讲即个话我。迄种少年的时阵，听到这样要记条条。确实有影呢，我定咧勉励信徒讲，恁做生意的要注意逐工拢爱读箴言。你无时间去读其他的不要紧，但是你一定要读圣经，因为箴言帮助你做生意一定成功啦，袂失败啦。所以有足侪兄弟姊妹拢照这个所以咱的人命若要复兴，一定爱逐早去读到上帝的话。伫中国有一个。查某囡仔11岁了，爱甲香港去的牧师讲，牧师因为最近迄个圣经大量入去中国大陆，伊讲我最近读圣经已经读3摆，11岁读3摆呢。听到安尼，听到安心内安尼喵喵叽叽啦，讲我11岁就读3摆，现在即摆你读圣经。对创世纪读到继续读3摆，举手看觅。感谢主有超过10摆无？无10摆我早起嘛勉励跟咱的传教者讲，要出来做传教者爱读15摆啦读15摆以上，你要应用圣经才会好势。所以咱知一个无圣经的所在，当伊对着圣经的时阵，11岁就读3摆。咱一定爱逐日读圣经。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内，随时会通摕出来使用，互咱家己、互咱的朋友拢得到好处。安尼教会要因为咱家己的复兴来复兴。第二个是传扬上帝的话，伫创世纪41章56节、57节，简单来讲，这是。约瑟做宰相的时阵，伫普天的拢在饥荒的时阵，约瑟开逐位的米仓，的切仓啦互用这个米粮互伊这字请个回到前面那个标题好来，减一字。
入娘，台语安怎讲？啊，这市场兄一定知影。入娘安怎讲？台语啊，茶米对吼。啊，若出娘是啥物货？跳米吼。基督徒逐工伫读圣经吼，就是伫茶米啦，加米切入来吼，买入来。啊，若伫分上帝话，互别人，就爱跳米出去啊，吼，出娘出去。所以咱基督徒一定爱会记着，咱逐工对上帝的圣经来茶米，然后放伫咱的心内消化以后，爱跳出去，爱跳出去。约瑟就是咧做即款的派娘的工作，互所有的人拢得到利益。所以咱基督徒嘛是爱做派娘的人，派粮是分配粮食的人吼。逐工咧捡马啦，毋是家己独享，不是独享吼，就是爱分享，甲别人分享。安尼，逐个人拢会欢喜来得到上帝的话。当咱分享的时阵，人会对上帝话得到能力，会行出来。我伫高雄的时阵，新人长老教会啊，伫遐做主日的老师的时阵，一个5年要升做6年的即个查某囡仔，啊来参加校规校，阮迄个时阵是拢1个月啦吼，所以逐工会倒来吼，啊无偌久佫带小妹来，啊，逐日咯。对所听到的故事，拢等于甲因老爸母讲。啊，因老爸母啦，听到讲，这基督教的道理佫袂歹呢吼。啊，阵对伊来教会，啊无偌久，全家拢受洗啦吼。啊，伊老爸到尾啊做长老，伊的兄哥嘛做长老吼，就是定定为民进党咧服务迄个李胜雄长老啦吼。李胜雄吼，李胜雄律师。所以看是小小的查某囡仔，伊伫遐咧分粮互家庭的人，总是无拍算，规个家庭拢来信耶稣。因为即摆，咱一定爱将所听到的转去爱分享。有真侪教会信徒去甲伫基督山吼，转来甲家己的教会，大概拢有2种的反应。第一个反应是讲，将见证来分享互别人，啊，即款的是基督徒的见证哦，爱分享哦，分享袂较少啦，会哪来哪济吼。啊，第二种的是安怎？是将所听到的吼，亲像组团的兵分共款，甲放伫心内哦。吼，啊，即款的组团兵，毋是耶稣的命令啦，耶稣是讲咱来宣扬福音，所以咱听上帝话以后，爱甲伊传扬出去，传扬出去，毋茫逐个人拢会通听到上帝的话。第三个是爱活出上帝的话，上帝话会成做人生大能的饼，大有气力的饼吼。内容相关第19章40到80，伫遮咧讲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伫甲尾山吼，一个见450个，而且巴力个先知，伊的人生吼。是上界巅峰、上界辉煌的时阵啊，无拍算，即个代志过了吼，王后亚西别讲我明仔日要处理性命，即个以利亚吼就开始走啊咧。以利亚虽然是先知吼，嘛是有软正啦，伊软正是在伫倒位？是在伫自义啦、自义吼。伊甲上帝讲，全以色列的人吼，拢总去拜巴力个，敢若剩我一个啦。自义，伊家己就是安总是上帝甲伊讲，上甲你讲，我要为着家己留7000个。所以当人自义的时阵，不管是大先知嘛好，一定会开始安怎？开始无胆，开始走。人生就是安尼，咱的人生刚才伫上界巅峰的时阵，巅峰的时候。会开始落落来伫深谷，会变得很潦倒啦，非常会安尼凄惨，凄惨落魄。即个咱一定爱会记得上帝的话，上帝2摆吹天使咱来看，伊安尼走甲足忝的去
歇伫迄个罗藤树下，即款松树吼，加加松树树骹伫遐咧困。天煞来，讲起来食，哦，起来食时阵，伊看见头壳顶遮边有一盘水，甲一块用火炭烘过的饼，哦，就摕起来食，搁咧困，伤过忝嘛，搁困，哦，迄个忝毋是干那肉体的忝，心灵要较忝吼，所以天煞第二摆来讲，起来食，哦，食了你看觅，伫第八才讲啥？讲伊就干那靠着即两个饼、两盘水，行40暝日到伫上帝山，就是何烈山，就是摩西接受上帝10条诫的所在。啊，这是啥物饼？哦，你一定做爱讲啊，这是啥物饼？哦，我嘛做爱呢。讲啊，这上帝啊，这是啥物饼？吼，我毋捌食过，捌啦。圣经内面就有啦，真正圣经内面就有哦，吼。所以啊，基督徒检测有真侪基督徒，伫人生上界失败的时阵，因为对圣经的几句话，搁再重新来翻新吼，人讲重启炉灶哦。重新搁再来重建美丽的人生。咱上届知影的一个发明家吼，就是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即个爱迪生吼，爱迪生啊，爱迪生哦。我讲爱迪生老一辈拢听有啦，少年一辈拢听无啦吼。因为这是日本发音的爱迪生吼爱迪生伊的实验室发生大火。伊个大囝吼，甲找讲阮老爸吼，实验室拢许烧去吼，烧甲是非常的大啦，烧甲空空安尼。伊讲阮老爸是走去对吼，睡足久呢。人家讲恁爸吼，伫个实验室对面遐有一个山轮啊，就伫迄顶悬啊，吼即个大汉囝呢，我讲爸，在甲叫，甲因囝讲哦，囝，你看觅。哦，这团火吼烧了有够水，我伊囝想讲阮爸吼大概头壳毋知安怎啦吼，伊讲你看了，上帝将我一切错误拢甲我烧掉去。哦，这第一句话做有信用吼，上帝将我所有的错误拢甲我烧掉啊，互我会通重新再来。伊就甲因囝坐伫遐吼，开始咧讲吼，听后甲火拢拍花以后吼。爱迪生，伊手摕过来张纸、白纸，伫遐画图。伊甲因囝讲，即个就是新的实验室，就是安尼排列，要创啥就是安尼。明仔载开始去做。过来呢，搁摕一张讲，这救火车吼，设计足歹。本来这敢若会烧1/3尔，结果甲我烧了去。这救火车吼，这设计歹，所以伊就提互迄救火车大队长讲，恁的车设计了无好，你若安怎放伫对，用啥物货安尼？拢甲写甲清清楚楚，摕迄个救火车的迄个车长，迄个救火队的队长啦吼，安尼。所以美国的救火车全部改进，因为迄是爱迪生所想出来的设计。因为一个有信用的人，伫伊的心内所看到的。甲别人无共款，伊会通对伫上界失败中间，搁再徛起来。所以，请咱一定要常常看上帝话，伫咱的一生都袂有失败产生。有即个朋友在问即个爱迪生讲，你有相信世界有一个全能的造物主吗？伊讲吼，对自然的现象来看吼，我观察过来年以后，我发觉这个世间有一个全能的造物主。实际上，我甲你讲哦，这个造物主照我看吼，是会当用化学来证明出来。这是这个爱迪生所讲的啊，因为万行事三角来。是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的旨意受调的人。罗马书8章28节。这句话是伊的力量呢，是伊的大饼吼。请咱
会记即句话好毋好？来，咱做来读来。咱知影万行事三甲来，是要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的旨意受调的人。上界重要是讲你有听上帝无啦？你若无听上帝吼，就袂有遐后壁的代志产生。但是你若听上帝吼，拢要得到利益。咱用这个汉文来读一摆来。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今日咱拢是照上帝旨意受调的人。问题就是咱爱听主，咱爱听主就拢会得到利益。兄弟姊妹，今日上少哦，你要把这10个圣经记掉咧，好唔好？哦，民国53年5月7日，我的老爸告别式做了，阮全家庭哦非常的失志我的老母，阮5个兄弟姊妹等到出院的时阵，我的老母伫遐宣布一项代志，讲明仔载无便当通食，去读册拢无便当，然后带阮祈祷。兄弟姊妹，我毋捌讲过我的见证吼，真正是阮一生足凄惨的时阵啊！无便当通食呢，5个兄弟姊妹拢无便当通食，我怎读高一的？结果我老母用4篇37篇25节，伊讲上帝啊，你毋是有讲义人的护卫是袂做去食的啊？过来你嘛有讲啊，讲摇花保守架骹的夫妻孤儿寡妇4篇146篇第9节，架骹的就是出外人啦。所以恁若出外伫桃园吼，恁一定要记得这条圣经啊！我老母就用这个祈祷了，伊就去困，因为真夜深嘛。因为我的老爸告别式做了时阵，大概是下晡是4点外，阮才到厝里。兄弟姊妹，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啊！奇葩的代志就发生。要到6点的时阵，真金教会一个林长老带一个 YMCA 的合唱团的团长来弄阮兜的梦。我的大姊哦，因为真失志啊，嘛去困。从我甲阮小弟坐伫厅里吼，2个嘛真失志啊，因为明仔载无便当通食。总是这林长来吼，伊讲你妈有伫无？因为阮爸爸是做传道人，伊讲先生娘敢有伫？有啊。伊讲我带一个人要来甲伊讲话安尼，我就叫叫起来。伊讲先生娘我带一个 YMCA 吼女子合唱团的团长来啦。因即个团吼，因为要演出，伫当时要演出，所以需要60蕊的玫瑰花吼，用迄个剪绒布吼去做一个玫瑰花。阮妈妈的手艺袂歹，这林长是甲阮真熟。伊讲毋知你会通做袂？我的老母讲，我做看卖啊。我先做一蕊，互你看卖，你当时他来摕安尼2、3工他来摕安尼，迄个时阵，迄个团长对身躯对落底啊摕2500块，讲这个甲你做定金，互你做定金。兄弟姊妹，2500块呢？明仔载有便当无？有啊啦，明仔载拢嘛有便当，谁讲无便当？所以你甲上帝讨，上帝互你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话要成做大有气力的饼，真正是安尼。迄个时阵，阮的教会毋是干那阮的厝，阮的厝是因为阮老母有5个囡仔，阮妈妈是无读册，刚小学毕业那定，所以甲阮宣布这代志，当然阮的要求总是。伊得到大量的饼，对圣经来得到大量的饼。阮还阁有足侪兄弟姊妹，因拢有因的体验，就像讲，
诗篇68篇第5节，上帝伫伊的圣所做孤儿的老爸，做寡妇的伸冤者。申命记第10章第18节讲，伊为了孤儿寡妇伸冤，佮仁爱出外人，赐予因衣食。即摆这就是大人的饼。所以迄年我的老母40岁，靠着上帝大人的饼，佮活40岁，到80岁才过身。即摆，请咱下其实常常将圣经内大人的饼放伫咱的心内。当你感觉无希望，这个世界无望的时阵，这个饼要互你行40日，互你行40年啊！这是确实的，这是阮的见证。以前我检查嘛有讲过这个的，韩国有一个兄弟姊妹去互公司甲伊炒鱿鱼啦吼，炒鱿鱼安尼，甲辞职了吼，敢若互伊500块的美金，500块美金大概即嘛是16000块啦。厝里有3个囡仔，佮一个太太，要安怎生活？伊想讲我信耶稣，佮去互我的头家甲我炒鱿鱼，吼，足毋甘我讲上帝拢无看过我，要来自杀啦！就真正要出去自杀呢。哪行，忽然间想到礼拜日牧师讲的道理，讲顺服上帝旨意，毋通看环境，毋通看人，毋通看外面。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牧师的道理是讲，失败是成功的开始，是讲耶稣互人定义十字架，对毋对？人的目睭中看，迄是失败嘛。一切拢无去啊，死啊，有啥物希望？总是上帝，毋是安尼，上帝是耶稣的死来达成伊拯救的目的。所以失败是上帝，是成功的开始。基督徒在常常有这款的观念，请甲你的前后边的人讲，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来，失败就是成功的开始。对安尼，伊做电子的这零件开始哦，但是会记日，伊会记日牧师甲伊讲的话，7%，无论趁济趁少，拢7%奉献予上帝。后来，伊的事业成做公司啦，毋是伫家庭咧做遐，毋是安尼拿定啦，成做公司，过来成做哪大的公司，当全世界。伫迄个经济危机的时阵，伊的公司 ERA ERA， 咱咧去网络查一间公司 ERA， 伊一年趁9000万美金呢，现金嘛，敢若对上帝一句话尔，伊就甲伊的生活、甲伊的性命完全改变，因为伊相信这句话，就是咱头拄所背迄句话，讲。咱知影，办下事3角内，拢是要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旨意受调的人。罗马书第8章是8节，互伊人生的体验确实是安尼啊。这个经节成做伊大有气力的饼，互伊重新去徛起来。现即摆，我今日要讲咱哦，伫圣经内面你抓条对句话。你一定要了调，因为这句话要做你一生大量的饼，要带领你一生无欠亏，真正是安尼。我真毋茫，你通赶紧找到，轻读圣经，家放伫你的心内。第4是灵粮，伫约翰第6章35节，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到我遮来一定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有真侪传道人，伊一生信靠耶稣、仰望耶稣、抓了耶稣、宣扬耶稣，上界重要就是咧讲解圣经，提供这个灵粮。灵粮在提供的时阵，爱讲正确，因为若讲歪错，会亲像这个异端的教派，甲人一直带对歪错去。所以
咱来到嘉南教会，咱有一个真好的信心，就是咱拢会听到正确的灵粮。加州加罗山教会，即查克史密斯吼，史密斯牧师我顶回有讲过吼，伫查迄片道理有讲过，讲要为着家己开钱以前，先为着上帝国安怎？奉献一丝啦，为着家己为自己花钱之先，请为上帝国做一点投资啦。就是讲，你要开钱以前袂要紧啦，你爱想着先为上帝国做一点投资。我迄边讲道理了，我问过来青年讲，我知影要用钱以前爱先为上帝国做一点投资。有真心咧听道理。这个史密斯牧师呢，伊80岁时阵，伊将全本的圣经11摆，伊正道拢用圣经，对创世纪讲到启示录讲11摆。伊所开拓的教会10000间，一间若100人，你想偌济信徒？100万呢？所以咱咧讲，咱嘉南教会要成做万人的教会。真正是做有亏咱的，一个人若奉献100块咱今仔日的奉献就100万啊！1万人，你看，迄款的影响力偌大。40年，伊的教会开拓10000间，分配灵粮、互真侪人，连香港拢有伊的机会，所以伊才有今仔日这款的成就。兄弟姊妹，咱有看到真侪这新约基督在发展的教会。拢是得到耶稣、得到圣神充满，来养持将上帝丰富的话养持信徒、养持教会。我问，今日你若还未信耶稣的人，你一定要来信这个耶稣啦。这是阮的见证，阮的见证，还佫足济以后我会接着讲已经相信的人，你唔通干那家己得到灵粮。你逐工爱继续去找灵粮，放在家己的心内，成做你一生大灵的饼，并且常常分享给别人。第五，要来讲一个无米的脚夫。中国有一句俗语讲：“巧妇不做无米之炊”啦，就是讲，佫较灵巧的妇人人无米的时阵，伊嘛变无练啦，总是英国斯多德牧师斯多德，咱英国就斯多德，美国就是海福德两德这两个牧师拢足厉害伊伫遐讲啥？斯多德讲现代是属灵大饥荒的时代，有真侪人有圣经无买读，无用心读，总是有真侪一个所在无圣经读。兄弟姊妹，咱对得起这个所在吗？咱来家己反省。这两种的情形，拢亲像阿摩斯第8章11节。阿摩斯第8章11节底下讲，主耶和华讲，日子要到，我要互饥荒降伫地上，人咬饿毋是无饼，喙干毋是无水，是因为无听耶和华的话，就是无读圣经啦。无读圣经，所以咱一定爱逐工好好去读圣经。伫1983年越南沦陷以后，有足侪同工拢去互关伫即个越南共产党的手下关伫遐。伫1983年无伫较早啦1983以前，伫1960年的时阵。越南伫共产党的手下，到1983年开放以后呢，这香港这同工冲入去越南咧找因遐同工其中有一个女传道，伊伫遐见证伊讲所有的圣经拢无收起啦，拢甲无收了去感谢主凭着阮以前伫做这个函授学校、圣经函授学校时
所背的一寡圣经，因为伊要做学校爱教啊，爱教这个学生吼背圣经节啦。伊讲，伫迄个时阵好甲再有背一寡圣经节，互遮个越南的同胞伫遐继续伫黑暗的中间得到养持，得到安慰，建立济信徒的信仰。佮互我伫暗中传20年的福音，姊妹，伫黑暗无圣经的所在，凭着家己的记忆，将上帝话伫遐做真好的工，互教会毋但伫遐继续成长，佮互信徒的灵命伫遐继续得到坚固。这是实在互咱感觉非常的感动啦吼，因为伫黑暗的所在，会通看到一丝仔的光明。姊妹，咱看到这个为着耶稣做无美的脚父，因的行为，互咱感觉真欢喜。总是咱嘛感觉家己感觉真见笑，因为咱有圣经啊读，咱逐工拢会通看圣经，却无去努力看圣经。姊妹，咱一定爱记住，咱逐工拢爱去读圣经，互咱感受上帝话的能力。这个人敢若靠一寡经节，就会当做遐大的工作。咱若将圣经的话放伫咱的心内，咱所做的工作会搁较大。这是咱真毋茫逐个兄弟姊妹会通做到的。诗篇119篇11节有安尼讲：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咱做来读来，我将你的话放伫心内，免得我得罪你。将上帝话放伫心内是上较要紧的，毋通将迄个趁钱的念头定放伫心内啦。咱知影，迄是无把握的代志啦。你在将上帝话放伫心内的时阵，你的趁钱的思想太亨通啦。所以这咱基督徒上介重要的一个原则，将上帝话放伫心内，毋是干那会当养持咱家己，嘛会当养持每一个人。佫会通用这话，互咱的人生佫较丰富，互别人的人生嘛真丰富。这个话袂减少，拢袂减少。总是你若敢想趁钱钱会走咧，人2骹啊，钱几骹？4骹，约袂着啦。总是你若倚靠上帝，迄钱会来约你啦。确实是安尼啦，中国沦陷的时阵，有一位姊妹伊受判刑，到伫青海省去劳改31天。伫共产党统治的下面以前伊就背差不多1000节的圣经。虽然伫劳改的所在，总是31年来，伊悠然凭着家己所记的圣经节，伫遐传福音，互遐受压迫的百姓的同胞，拯救济灵魂。到伫开放的时阵，伊对青海转来，哇！香港的这个同工看到，讲伊真正是煮济的这个饭，1万卡、1000卡的饭去饲遐个需要的人，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爱尽的责任。今日有偌济咱的同胞还未听到福音，咱就爱拉行拉团啦，拉行拉团，将上帝话放伫心内。咱的心内若有上帝话，有上帝的美、粮食、饼，放伫咱的心内时阵，咱的教会就要复兴啊！因为有济人要因为咱的话受到影响，来进入咱的教会。兄弟姊妹，你有立志要将上帝话记伫心内啊无？敢若无下决心的你有立志要将上帝话记伫心内啊无？阿免。愿上帝赐福你，愿上帝互咱的粮食充足，毋是干那活养持咱家己，也会通分享互别人。愿上帝祝恁大家，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
伫祈祷的时阵，我要请兄弟姐妹来想一个问题：你有计划怎样读圣经啊无？你有计划要怎样读圣经过？今日你听这个讲道以后，你有决心要逐日来读圣经啊无？你有这款的决心啊无？要将上帝的话来放伫心内，检查有一日，伊会成做你大快乐的大饼。你若有这款的决志，对今仔开始，无论外无闲，你要将上帝话放伫你的心内，要至少拢要读圣经章，要读一寡圣经章来家思考。有安尼的兄弟姐妹，请你将你的手放伫你的胸前，我要替你祈祷。你要成做帮助真济人，上帝的器具。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话是遐尼有快乐，成做阮人生的帮助。你的话毋但造就阮家己，你的话也借着阮的嘴来造就别人。感谢主，你的恩典。天父上帝，阮看见敢若甲有遮个兄弟，因对今日开始愿意拨一点仔时间，要来将上帝的话放伫心内，求主祝福这兄弟姊妹，互因真正得到带领，成做助力带领的勇士。互因毋是干那将上帝话来养持家己成长，也会通分享这话互别人，互阮迦南教会对你安尼来得到大福兴。主圣神求你来帮助阮，因为你要借着这话，借着阮，要来兴起迦南教会，要来复兴迦南教会。主，阮感谢你的听堂，求主坚强阮的信心。互阮的日子得到助力来支持，赏赐阮快乐，互阮迦南教会信徒会日日加添助力的稳定伫迦南教会。感谢主，阿罗主，主阮真欢喜，因为伫复兴的时阵，阮欢喜互主用，主叫你记条，互阮记条。这个时刻，互阮逐人拢会通献出阮的时间、阮的性命，成做活祭，互主来使用。感谢主的恩典，求主复兴迦南教会，求主复兴迦南教会。哈利路亚！感谢主，阿罗主，罗杯困求祈祷，未堪只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主